被這段話治癒了。順其自然啦，唔係每一個問題都有答案，唔係每一件事都能夠如願以償。漫漫人生路，值得追求嘅嘢實在太多，唔要過分在意一啲人一啲事，唔好太過難為自己，順其自然就好。人生有90%嘅煩惱都係來自於你諗得太多，冇任何一件事一段關係值得你遍體鱗傷。放過自己啦，唔好再胡思亂想。就算你悶悶不樂，都唔能夠改變結果。應該來嘅自然會來，邊個都擋唔住。坦然接受，學會同歲月和解，先至能夠溫柔以待。人生最好的活法就是不沉溺過去，不畏懼將來。該忘的忘記，該放的放下。